大家好，我係天恩，我係羅班，我係 Penny。天父愛你，主耶穌愛你。你愛唔愛主呢？而家等我哋用說書嘅時間，安靜我哋嘅心靈。而家就等我哋一齊靈修，一齊踏上同主相遇嘅旅程。如果喺當中有被經文或者分享感動嘅，請記低。而家請細心聆聽主嘅話語。馬可福音10章13至16節。有人帶着小孩子來見耶穌，要耶穌摸他們，門徒便責備那些人。耶穌看見就惱怒，對門徒說：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，不要禁止他們，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人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凡要承受神國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斷不能進去。於是抱着小孩子，給他們按手，為他們祝福。麥克患有自閉，起初當佢話想受浸，佢嘅爸爸就好猶豫，因為雖然麥克已經35歲，都知道佢真誠嘅接受耶穌作為救主。教會嘅領袖都好熱心，都願意麥克可以受浸，但係麥克嘅爸爸好猶豫，因為受浸嘅時候，麥克必須企喺全體會眾面前受浸。爸爸知道麥克唔中意出其不意嘅事，呢個都係令到佢好猶豫嘅地方。最終麥克嘅爸爸同意佢受浸，都安排咗麥克試練習一次受浸，預先了解一下所有可能發生嘅事。到咗真係受浸嘅時刻，當牧師講麥克我奉聖父嘅時候，麥克就提醒牧師加插咗一句聖子，全體嘅會眾就會然一笑。麥克最後遵照主嘅吩咐受咗浸。我哋每一個人到耶穌嘅面前，屬靈嘅認識程度都唔一樣，但耶穌接納每一個回應佢嘅人。今日經文嘅背景講緊，有啲細路想到主身邊，但係主嘅門徒就想將啲細路趕走。喺馬可福音10章14節，耶穌就斥責門徒講道：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。今日呢啲說話都係對所有嘅人講，無論係身體受傷或者心靈受傷嘅人講。福音嘅信息簡單明白，就係救主隨時可以親近。主耶穌佢張開雙臂，歡迎每一個人。親愛嘅天父，求你幫助我哋，叫我哋明白，因着主耶穌，我哋隨時可以去到你嘅面前，因為你隨時張開雙臂去歡迎我哋，你接納每一個信你兒子嘅人。求你幫助我哋，叫我哋每日願意去親近你，願意去依靠你。我哋嘅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祈求，阿門。詩歌耶穌愛我。